伊拉讲我你两个的好像弟兄们的样子啊，差不多规格个，差不多规格。身材差不多是吧？那么你看你都两高头呢，啥都差不多，长得还蛮长，两张面孔长得滴绿滚油，像这汤子。说明你的农业风水啊。哎，对呀。那么我们马上节目要开始了。那么第一只啥节目叫？第一个节目我们由谁来讲吧？哦哟，第一只节目是精彩了，哪能精这彩？白白的设计，白白的设计。哎，这个是真人家义当中的一段话。那么以何里两位同志来担任的？哦哟，两位青年演员，王伟峰这是邢建国两位同志。哦哟，搿精彩个！一个呢是徐立新同志的学生子。对呀，王伟峰是一位学生么是蒋玉娣老师的这个门生话。得意门生得意门生，好吃了。那么现在就请邢建国、王伟峰两位来唱这个白白的设计。余刚他今天门车是要结婚的，但是随了那新婚喜日啊，余刚心里想产生了不少念头。有里想服侍我的非常真正的，像少年们，像白白。现在再拿到白白这本设计翻开来一看，啊，人家啥爱特这样。为了复仇家家的婚礼，母亲她老人家曾经几次责怪我，使我不懂礼貌，不规矩，非最美之心。妈妈，你哪写得我的口中啊？妈妈，非是我。你强，一时杀生心，你是。
再把情，那只下咋去了呀？恰都不了根。气飞身，贝贝呀，爱情三口回到得更要紧。个人是呀么，你将人要谁敬啊？你这公卿都有对那呀亲呀亲。自己的养父啊，你气定呀记谁心？还用一段时间，那爱要无风一息。气候新人只怕呀，促进生命流量，人害他们美满家庭也起风雨，所以嘛，内决定再同生于港啊。牺牲寂寞都心，我白白不是福利，生死不能当面做好来大喜。我暗中已风浪一片心，有你们后劲中有心更深，你是你更让绿叶生命为祖国恭喜哈青春。家等到那个封信口无之后嘛，新人难病人多，有的想法是我实在是白白，但是你从来分讲起过一声，现在悄悄地离开我，这个内心不知要承受多少多个痛苦。想到个郎相们眼里表想我的是得狂而吃，心让翻滚，难以比。这好姑娘，好情人，好品德，好的人，字字句句动人心，我是第一世。口拉非难分。
量，心安一口，洁白推明，下书为经，不为自己，为他人，真是千金难买之出人心白白呀！你为同志把挂名送，你为他人做牺牲，为不让当你来牺一生，我心情激动怎能平？想到个郎相表相内都是哈拉把门拉开，忙正外头，哈拉。他绝不下驴把白白心。那么接下来这节目呢？哎，啥个节目呢？也请大家听一回三线当中的一只再追。哦，这是小段赛大肉。哎，唐伯虎在秋香，对呀。受老人们唱山歌，嘿嘿嘿，搿段精彩个。那个啥人来表演呢？我倒不大晓得。那我告诉你了。啥人家？与徐云之来先生的学生子何士定同志。哦，这是华北人的阿哥了。哎，华北人阿哥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位青年演员，这位青年演员啊，是徐云之来是个小学生子，升决定的学生子。哦，搿么是停士班在后头一班咯。嘿嘿，你也一班搿是好极的。那么你到两高头是百分唱出一半了海。对个。那么今朝我是定呢，是一个受郎人，等下还要唱山歌。一个嘛，大概一个唐伯虎了。哎，对着3万一唐伯虎，哦哟，你声音条件好。哦，那哈。相对相唱搿两声戏调是杀人的舞。哦，搿是今朝精彩个。那么你既然跟我话，这山歌还唱看难看。搿么是听吧，好吧？哎，搿只山歌不知你都哪唱法？哎，搿一定要听个。你听吧哈。欢迎。哎，欢迎听吧。我们老师是云之，那么戏调呢，今朝由范林又来唱。搿唱戏调中气足，年纪一大，一胖了气都不够。我头里出名英勇气斗。唐伯虎辣虎天山白相，眼眼的看见一位王凤夫人带着4个美相来为牛进香。哎，看见4个丫头当中，内中有一个面孔标致，温文大方，而且名字叫得好，叫翠香。现在北里个天气，桂花神人相逢，这个名字偶是出镜。特别辣观音殿浪向，翠香得里笑一笑，笑得个唐伯虎团亲结送。现在口里都上大船嘛，只好叫着小船跟那大船背。相公，书家，大船到了，当么你再到了的，真是。那么俺弄不懂啊。大船上头一副认得个，大船了烧上火一副晓得。这样子我小船多少要在呢？啊，谢谢书家。哎，难道你会不知吗？我还是分晓得呀。哎，这个呢？来分当我讲我哪晓得呢？哎，不错，分讲你哪晓得呢？不过我唐伯虎想着刚刚观音的那一幕，真是回味无穷。啊，谢谢书家，想你一首不知。讲呀。
哎呀，风子长些许。吃瓜，他分真的人，对我微微笑。是干的哩，搿么相公我弄不懂啊！你是讲这么大树浪向个美人安歇得来呢？他尚未这些。哎呀，作孽做啊！总要让你晓得，那棵大树山上有扇扇门开出来，当你讲讲。你在大树上美人不晓得你白摘脱个哇！这个嘛，哎，都不错。大树上美人不晓得我这样摘还是不摘，一周年头嘛，有摘。好的好，就是一大个树浪人啊，在我唱山歌。门门口你不知阿伟，要是会唱山歌，叫你唱那套山歌，气象出来听山歌，我们打里这个棒头。哎呀呀呀，首家，哎，你可会高唱好歌啊！所以我只会唱山歌。哎，山歌即是好歌，好歌谁是山歌？搿么啥叫山歌，啥叫好歌呢？喏。小子山上开山，唱的那是叫山歌；记住在后道上迎路，手家唱的那是叫好歌呀。哦，分档的。哎，搿么中人呢？那是叫渔歌。中地方一唱叫农歌。分档。哎，一等人唱一等。哦，水里做啥上午唱啥歌？哎，这那我懂着。实际说起来，到书房一唱个沙歌，哈哈歌房一唱个阿歌，沟通房一唱个沟歌，放肆叫诗歌。行，说得好是。这位山歌，谁是山歌？你唱上记着，对相公们，那，想起哟。你特说一话，阿是啦，侬们也唱啥人高兴？不唱？哎，守家，是说你唱得好嘛，相公送上一声。哪上法？你唱一只山歌，哎，相公赏你1两文银。啊，真个？哎，是啊，一只山歌1两银子。是。哈哈，我肚皮里向接了个角落就拿出来，山上都3天章。哦，要唱啥脱个？洞庭地、12地、神口地唱了一个300章，一唱300章山歌就是300两银子，手用张口啊！口子冷是人生，该腔市里面师傅手背，他老高不做他老姨。大儿子杨新文人辣屋里向冰冰清，小儿子拍拍亲，300两差不多。相公，啊，姨父还是几张？还是几张吧？几张手上字没比你不啊？呀，这个时候是好呢。啊，有，拿出来只废话，5里可不是。相公，来门里放一放。哎，要来好用。来旁边一铺手，哎，去听我唱好一只山歌。手里上这个妹妹往中屋里一倒，于是风吹不脱。几只山歌，几个妹妹，几两银子，多了一首就走出来。哎呀，不通改。不说是一肚子办法，哎，好啊！手家手指那快手长啊！来看，先光1两银子一张，晓得了。先光来听哪里一路啊？你有几路山歌？我有分竹冰冰，有妇女琵琶，有男女诗人，有马赛。相公那是要听诗人
对。我话都问他个，这个人讲嘛，总归要听私人话的是。这相公，卧龙不大好，卧龙。哎，那么深。相公来是听是意的。不讲卧龙好，讲意思。哎，那挺好。哎。相公1两银子一只，这有4句啊。晓得的。啊，那晓得最好。要出资1两银子，唱诗唱戏唱不完，我难吃得了呢。明不了，你快唱吧。哎呀，首长，这是唱的什么东西？门门心，这吊龙。哦，头上麻子。明白了。那口好气3个3门嘛，发手干，有毛羊山，爱路有田呀。原本另个世界里呢，不吃这个水，为看郎个家里呀，里呢不青天。首长唱得好啊！阿面，面的面我非要忘记买。哎呀，我就忘回了。我个心在了门浪向呀。是。你不一毛不打个来。所以浪向，这根慢慢的下来，往这屋里向一放，首长，那赏你1两。晓得相公，吃完以后3地不吃的，吃的不3地，要包肚要1两银子，要杀人得了。吃完一来心1两斤都搞着了。首长再唱啊！晓得我要唱3把唱。一位叫你上来嘛，别别足足3公来过眼。看得里个心狗狼有点温登登。下家你分明一滴2亿1气3指一弄，眼睛一闭，对准人狗狼这个飞飞吸一吸。哎，首长，飞飞笑一笑，一吸一笑吸笑，啥叫吸？啥叫吸？吸嘛，哎吸嘛，哈哈，吸。哎，是啊。那么你想这个小叫你初次盘头的相公，随手有意思嘛，再多一吸，不记得对这个相公。哈哈哈！又不是发气。哎，首长，相公看来嘛，还是笑得好。你要笑？哎，要笑。怎么笑呢？笑一笑，笑得我你心狗狼得落指头的。哎呀，出来吧！首长，这又是招数什么？我他来教戏呀！哎呀，唱得好啊！别再人，你水彤彤嘛，爸爸是明白了。赏你1两。芝麻一开花，这个，嘿嘿，是谁被做了一，谁要这里把的？家口的人嘛，4文2杀一个读书人，屋里下的人狗狼屋里。让周身睡到将军。哎呀，红色呀，完了！哎，这我落起来嘛，这我们的哐哐的。哎呀，我生我去人子在那失迷了。哎呦，不装的。哎，相公，你门开闭路镜。我想唱300张，在这内旁头，银块唱子2只多的，3只不得的，发2公里跟一头把吃不住。哎，首长，你唱的不好。相公的是要发的，你也要我唱？哎呀的，要我唱不要发，要发谁不唱？真的。我唱一只好一张，我唱不出狗人呀。这个嘛，不来，等你讲好，也要唱。呀的，跟发发个是，只好我一只空一个，连根拔不来事。明白了。我啊，没得为上一只问，来。哎，相公法多心的呀，我有一个只3个呀。哎，该男人不能单讲标记，要考虑做人啊。最生在唱啊！哎，那里头太个是吧？来看还不吃。哎呀，司机不开门，谁有人？
梨花开来，爱丁丁香。我俩又有穿在家子个节，所以没人名字啊，丁哈家穿香。这家唱得好啊！好不好了？松松雨声。怎么来上你还？是，一早是手艺郎请了，一早是手艺百姓郎想上与你。我的手艺很快得个是吧？如落雨天，屁屁的落雨天。暑假你还没心得了？哎呀，这地收一收马子，人子收不清爽了。马子手艺，我也是这么。再走结束，请看我一个节目。今年于永山达生10岁上吧？啥个事？双翅凤，哪里的？双翅凤是霍定金放富，就是到洛阳去身份别这证。位市场有份可以写的。对，而且呢，是于永山同志的这个出口事对，啊从小就识这个事。个上有没亲戚的？对，我虽叫姓施火，现在是请于永山省首两位议出双翅凤放富。南阳才女霍定金结交，得分别经2个人定下8年之汉。副国长皇帝周瑜妹的爷娘阻止，也拿三教另配他们。三教为了复古分别证一片真情，打这个翠花头女辈都找不得是大武当路。半路浪向碰着一个外国风光回来的姥姥，姓吕叫吕定汉，当年是南药，努力勾结命令大秦王人，而且大到金楼地上见皇帝。皇帝口里面孔伤得了，一表人才，等等样样嘛已经靠不着。留下来吃上里关在里待个屋里，先叫3月去火哈。待当日里，待得皇帝哈哈大笑嘛，叫龙心大悦。皇帝一开心的不得了，咋真的风骨，风里上，哦哟，千丝后令高峰礼部出方行案，代替进士。但后南洛阳去，不如仓库前两么外高建立民间。那么那三家开心在，因为三姑娘本来就是洛阳哟，所以首当木头没大子催我，家长改办扎子必经必服上岸。现在到新阳府里啊，去访问自家三姑娘。不晓得你到了哪一路过来呀？这2年的洛阳城里人啊是闹忙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才晓得，皇帝派来清朝大人马上要到，老老小小男男女在高大码头浪向一口动人，哇哇哇，嘎是嘎得嘞，口动人哎，口动人哎，看到老娘，哎呀，你说啊，老大发人，想讲4万，那这万，你说啊，啥有分开几十万？啥有分开？好了，老万还来庄子的站。哎呀，是俺这样，弄打枪，还是我吧？我到码头浪向去，到码头浪，可新安东人哇？哦，新安东人来这呀？还是嘞？你们皇帝把孙不必来个，夫妻都不得了。那么我去看一看，还有啥过的夫妻过不来？那我当眼睛回到屋里向，我夫妻过不你娘。因为你娘得了上了3毛病，一家不好。10个以来还有啥孩子嘛？我话定心这样。这样的啊，男人看个，哪来？单独娘想个。搁哪边呢？不是啦，啦，我们娘是为着养我弄子这样些毛病，我们哪可以对你不嫌呢？不是啦，应该先生的呀。哎，你说，哪搭录得起来？俺哇，当然，哎呀，哦，码头那去，
当然，可是我当年是呀。哎呀，父母来讲，该枪是的咬牙骨头啦。哦，哎呦，吃的。哦，刚刚头名是反鸡，哎，那名不出来。哦哟，难当我单说一样。哦，中山10本，哎呀呀，本领30光。哎呦，这么大龙。俺们偶像往地旁来清朝的人，干浪总管站亮。红光无比之气哎，那么够地红光跟我那么冲他的我。哎呀，气！你什么走？你什么走？哎呀，当然最棒，当然懂了哇，懂了。你来这样，听啊，这样。哦哟，我子这部队干了个谁不差？忙真手摸对气，不晓得个底下人谁也看新耳朵人，嘿嘿，个新耳朵人啊，等到插起钩子，3分晓得个。奉旨千年为行，随即钦差是君差，是非则为居风起。爱忠心腹大红内。翠花是谢家，你老见我上来，翠花，你见我翠花吗？跟我时间你谢家哇，一想嘛是自家见错他子，其次嘛，东儿是相公，哎我来，相公可知是最好？哦哟，这个纸币2个人搭档搭得这么结哈。你定金小姐姐翠花里妈妈哎，谢谢啊！你叫东儿是相公，你带你来立家，上一个眼放龙出头，像机关打女人啊，搭档搭军了还比你上当搭得为也好。现在一大路最看小姐开心得不得了了嘿，你看人家面孔样子看得出个呀，谢谢啊。哎呦，你看呀，看他是难忙的啦。是啊谁是个人不知啥体话子？翠花，你看洛阳的景色可喊我？洛阳景色哪不好讲？非得景色喊了，我看上河哈。再喊嘛，在我看啊，洛阳上河人海哟，现在对外国来代理妈妈那个啥闲话，意思我懂过。那是个洛阳人哈，虽然知我小姑娘分别真啊。哎呀，想了等些马上可为这小姑娘办头，哎呀，各种卡我的事啊。所以家里向这个2步路啊，会得越走越快，越走越轻松。哟，走呀，最好。金针来。
为分来，中山亲手来手中山。叔叔的嘴呀，嘴呀！哦哟，秋代自家三家张面孔一口是不得了，春风得意，喜气洋洋，话是难怪呀。但是姑娘马上还头有么哪会都不靠我，那么呢，像三家，我当你一大家长该被花子大路，吃吃喝喝下下苦头，从来风口的三家经常这样靠我。那么我要带你来溜溜了，对，谢谢啊，翠花，那是我这副呆子轻松子的小子，他都要把子头，你到时候还夫妻神啥子问你啥的，还谢谢啊。人对哈的人说，下几日钦差亲命为钦差，钦差原来是女郎，你来归女子做封家，今日里个千里迢迢来奉君还。现在听得那个啥闲话的面孔都红起来着，啥你们两个为我叫马家女婿上头门，啊可查清楚我马家新妇身上的那也难为人家呀，吹，我有口里难为人面孔在长着，用不着打。谢姐啊，别这个娘。谢姐啊，你须黑水，你母亲花。像那高出京中，还有风雨花。像那大意思，都人心，都心中。不行，那你说是该，可是我还相信你。我小姑娘是正人君子，对我绝无二心。
有翠花，对不起他，已在虚妄之中责任啊，是文德呀。哎呀，那做啥事？小的得意什么个呀？哦，那。现在呢，要先听青春之歌，哪里的？这个于永仁把领导人两高头。哦，分级。哎，对了。分级这回事，跟生产的。哎。有邵开生。啥文来？啥文来？对。青春之歌是落了一段年，是夫妻分歧的一节。因为于永仁在这杨庄屋里向来只高级地板，所以大年夜是同生为周期。现在将近开学，从杨庄回北平，大到房间里搭妻子领导人一见面啊，觉着味道不对。本来领导这个人啊，什么过节一日都要最近子面对过日脚，今朝两样，允许跑两步路，脚步轻松。特别是两双眼睛，烁烁如光。这两双眼睛当中啊，流露着花落的光芒，而且带有神秘的色彩。那么想着安娜·卡列尼娜诗里下一句闲话：看她的眼睛，就知道她在恋爱。那个两双官话为何了？于永是想得给他们浑身觉着一个人一领的里。恋爱啊，结子婚子为爱恋爱啊，搭啥人恋搭啥人爱啊？这个事体大，太回不去，都要慢慢清爽。大人，哎，今朝领导人是忙得不亦乐乎，于永的突然回来，弄得你水忙加路，要进去预备三菜，刚正师弟们都到台了。永泽，快吃饭吧。难吃多了。今天的菜都是你喜欢的，多吃一点啊。是，我有两句我也想问问的。哎呀，你呀，忙什么？吃了再说吧。不问清爽，吃下去不消化这个事体。是，你说我来，让我问清爽子再吃。哦，烧啥干眼睛啊？那也好，你说吧。真要想开口嘛，眼光上一打，只看见房门开得热当当。哎呀，搿种事体12一个人晓得，还一个人。太回不去，
妖精过来门打打上，回过身来老地方，一说，大庭大把里弄得蛮紧张，做啥？门没关关紧，饭没不肯吃，啥个秘密事体叫？永泽，出了什么事了？我想问呢，怎么？哥哥，哎呀，你说呀！哪讲法呢？三姑你们高支部最近呢，还有男朋友说不出个呀，这个闲话。在非洲来想，我人讲得来，用不着18个门，对一个圈子糊脱两三下。想问呢？怎么？我这次只有一高头，来阿姨去。你就是要问这句话？谁是个绝话？哦哟，我当初啥个不得了个大事体，用不着一本正经的。像你为做养长，我连上过一高头，当然觉着难听。但是原来我认得这不大个同学，连都调子不下西把我看了之后，只觉着新鲜吸引人。有个辰光看得来，连得商量忘记脱，所以倒不觉着厌气。听见朗闷闷，大人脱口而出：“啊，不厌气啊？是的，因为我很忙。那么弄不懂子，我脖子上了一高头，他反而忙，你忙点啥？永泽，你还不知道，你走了之后，我认识了一些新朋友。石头有朋友，而且不是一个，一些就是一批，听了老也心当了。我哪些人？都是你们北大的同学，白丽萍、崔秀玉。为何侪是女同学？许宁，还有那个卢家川。听见卢家川，心里别一跳。卢家川啊，学堂里向出名的危险分子，把那药房进开除。哦，开除是出来到我屋里来啊！危险分子弄到我屋里，我屋里非要危险个。卢家川来了。大你讲的啥？永泽，卢兄他说，听见卢兄两个字，叫浑身发湿。啥个叫兄？兄在这就是哥哥一。哦，对一个圈子了，哪有只兄了还是？面孔上个肌肉，也发我了。好，卢兄难讲。卢兄说，现在是国难当头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。卢兄说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们应该走出个人的小天地。哦，卢兄说，叫你别上当，不要整天的钻在古书堆里。卢兄还说，王一声卢兄，十一声卢兄，听了要出南门的了。跟你姥姥讲卢兄是气得御用人不得，卢兄呀！大人，我看那个人好像有点变。哦，是吗？是不是林大人看知识再出了新问题，想法很多？但是语种闲话，得了别人面前不能随便讲。想今朝拉丈夫门前，可以推心置腹吐一吐，所以你心知不白，内浪对你猜疑，你根本分决策。听你说你变，心里倒蛮靠的。像我是有变化哦，你已经看出来着。所以带子的御用人，哎，是的，我是变了。是你变的。我看了这些书，我觉得我好像懂了很多道理。我看到了新的天地，新的世界，我看到了希望。我好像长了翅膀。可是要飞走啊！不，大人，我求那个地书还不卢家去，从今以后打你1刀2头飞来去。那为什么？一时得让他你讲不明白，现在都比我先吃下呗。永泽，哎呀，现在的吃下饭。那么来听很多声，搿顿夜饭么三夫3两高头吃下去，1碗6碗。醉翁之意么千百式，话不投机半言多。2高头叫闷吃。吃饱肚皮里几身来，快活一说，御用这个人忙着内房一道，康昌小时代门前，周衣里向坐定么快，台灯一开，出门之前一篇论文分享下，今朝么呢继续写我的论文。大人不里上一两弄得来蛮伤心，饭吃脱，台子浪向休息下。拿这本书到内房，小时代旁边坐定，背心往窗浪向一看，碰这本书。细尽为人拉浪看，夫妻2高头各用一只台灯，各归各，大家不搭家，你归你看，我归我翻。房间里向哔哔声嘛，只有写诗的声音。
南昌下等候命，被自己没谋生，我叫已经金花魂，一个儿都走在十足随便的周衣上。一个个邻居从推却，那林大人把一人人打理，细事不成。他是放出了身大的家庭恩，再就那是与光明，但是时候起步，时候无罪，他默默龙不听，各位妹妹。西藏是本真的的，他是心脏扎句下的紧，那明眸里就紧紧扎住了于永石，放下了身边的林大人，他在那么故事队中走得深。这一个儿公，一个儿金，一对夫妻，一对夫妻两种心，一样的用功，一样的用功，两样。青春这个片头大字叫什么？我得听听都猜什么？我要请听一位西厢记。西厢记里向的风味，对，叫纸皮下记。那么少人来唱是杨振荣、杨振英呢？不对讲，少人，里头是要报了乐团来。报乐团。杨上当个学生子，里头来表演。沈怀仁、沈若英。嘿嘿，没对，来上当噻。来上当噻。哎哟，可是里头学来是个点么子，学得啥子不错。听到2、3分。就是哇，么今朝非得里头2个人演出，还要另外请一个人一台演出来。请啥人？三个档。得请张卫军同志一台参加演出。张卫军不是西厢记吧？30副什么60年代当开各位是中片里还是过改。中片是过改。那么原来因为你身体不大好，而且开过3次大单，所以非演出的。今朝是个特别。嘿，今朝是不得了噶。今朝因为大把人心情里高兴嘛，无论是无可不困难，还要来演出的。对。加上音乐。
要知张生今在衙里向花前月下，一代忠犬。不过了，那红娘们的满得金等等，就是红娘她才晓得这，哪位晓得嘛？张生讲不里听的。现在姊妹两家的花岗上下一路过来，10大祭灵，大致祭灵之后呀，红娘对三家口口说了让心神不定，晓得怪了让等张生。哎呀，不呀，唔啥个读书人不知俺来了哇！那么一进手上并没有兵家特吧？一想不哎，哈来哈去，给他是祭灵。简单祭灵么事才是现成的，那么这样他现在杀脱我计划。杨先生，情况再来，哎呀，他来抓脱就计划。现在做女的打来抓鸡子，不迷他的。抓鸡不别要疾风滴水，根本还不这样呀。那个鸡是我干出来的呀，把你红娘怎么你问事的？对你往往说就说问事。今朝我问也应来，因为今朝现在要抓鸡，一副了鸡盘上了这个新郎郎张生的样。哎，不过这一项了样上，一面抓鸡，一面等张生，所以才拿红娘打发开。哈，我谢谢翠娘，翠娘，世事因果一如谜，一双嘴比骨咚西，是讲我嘴搿啥？讲得蛮好听，姐姐啊，我是总归抓不过呢，总归也是个呢。心里想想是今朝我必也应来的，今朝定也成功计，甘心对着用心哎。姐姐，我最搿啥？心绪你来随意放。之后来吹起你，我最这一这，那么我最搿啥？我最搿啥？我最这一这。红娘想这样做，其实不伤不热家的做啊，心里是开心的。红娘是心欢喜都得意。西上梅沙香味飞，那么我最搿咋样？现在一看嘛，哎呀，我也死着啊！今朝红娘的旗子走个长风了海，我吃个荷叶了海，那我哪能追法呢？
总是举棋不定。那么手手隐隐几子喊个了，哪位是个呢？不呀，今朝有道理个呀，让想掌声，幸福而用。对棋盘上口口们，虽然5七了不让拿只棋子，得了一翻，只有只在天棋子，还得只围棋hand个，口口定了再走，别人没法还猜个。不过口们还要有辰光个，啥口个一个礼拜了这个呢，还不来个。这个红娘一口嘛，现在也使出筷子，那口娘了让干天米子包着我，所以只比2高定的冰强了还。哎，掌声的来着呀！话音重重，声细细。披西，西沙落叶，将军谁？掌声呼高浪向一路过来，清水亲家上旗顶。现在端过来忙正3家白玉一粒一口嘛，只比2高头顶了这个棋盘了浪口，掌声个脚低一点，了浪3家白玉冒起一口嘛。哎呦！高起步要死特着啊！哎呀，我总当这3条是好棋子，想不得找不过个红娘喏。红娘再一想爱是也不爱，好日子我还敢离个呀！哎呀，现在分手些还走着啊！现在呀，娘你看娘情况不在着哇，还是这样。这个这里面有几品的哇，快点娘，大三娘。个小脚头今朝走出上风了，闲话都说了孩子。啊，红娘啊，你可知晓生不义，败不女，君子义，言则喜，失则怒，小人干么这个？你说你啥死了还走啊？可是我不承认个，个小脚头哎呀去啊，只不哎呀凶啊，也要赢棋子，也要赢闲话。但是眼睛蒙着我自家的棋是也死着呀。那么哪一来可以拿改图棋背走来？哎，也没啥个，我来拿红娘有力的字拿脱一来，在棋盘上一口嘛，三落落上搿粒字再有力，拿脱搿个一粒字，三个伤脱的也有大字呀。哎呀，但是你目光看下了还，我哪拿法呢？不爱，拿你的目光引开去。啊，红娘，姐姐，你看天上一星，多么好看呀！好，口里头不走气嘛，要紧拿三落落上搿粒字拿脱，忙将自家抽屉里一放。哎呦，掌声了浪有的一口是难为人，想不到高知府杂技当中还有搿个一张了喏。实际是红娘温事个哇，红娘一口嘛，不换。哎呀，姐姐，不少哇。此乃是一杀之计呀！哦，一杀之计，下棋啊！哎，搿么这，哼，红娘一口么三条头浪向都这个头出来着呀！对，都是你忙忙硬硬着，来啥辰光来个家？掌声眼睛对你摇摇水，不能想，不能想。一3个这头，再6个这头，硬硬着拿了棋子，不了3条拿脱在。你是3杠6的来个，晓得你手错脱了孩子呀！
所以在意义这对自治里的棋盘，引入内力棋子，不能谁叫挪特在。我说棋子不谁叫挪特了还啊？红娘对棋盘上一看嘛，呀，谁叫不对，失策！哎呀，找到棋还失策是臭帮子哇！妇女哪里看出来个？啊，红娘啊，你失策什么东西？这那我谁了那一粒棋子呢？不知讲，只怕你看错了。搿自家棋子哪会得看错呢？搿是别晓得改，谁叫别是难弄改？呀，虚的好事，老师呀，我起劲。真为如此哦！哦哟，得老的高兴了，你哇！不过想对家做什么也有凭据的，非怎么的是要老了。所以外公对来对读书人忙应着，干嘛来几次呢？对里口笨得嘞，让吹气里，过来拿三家吹气拉开来，一口么清爽爽。因为三家棋子希望里向有一粒没人出黑，真是黑白分明。红娘答应我们，谁家搿粒棋子不是我的？搿个三家是哪位人哦？棋子让我抽屉里向拿出来的，那么今朝引致的为啥嘞？那么只有我家里只比两个人，不第三个人看见，像我3口哈了你以为？我三家哪会得12人？是不是搿个一代只比形同姐妹，已经乱不像了呀？啊，红娘，是这样。喏，与你打出的。哦，有12类不像是我中国也是个啊。咋地？结束，请听我讲。我来是点看比赛。哎，啥看比？一凭我来这话。搿好个。哎。哪里位来了？哦哟。也请我吴君玉同志来为大家表演一位大名府当中的抽戏楼金。以前来了这个无锡地里向是听起好气味的，记得是武松了我武松啊，我武松。哎，但是身段各种表演了啥一分看见过。曲子清爽，动作个人利落，看上去漂亮。搿是今朝要来了电视当中看了，伊哪能表演法子的？师傅个书上不过，还是3个月上啊！今朝只能给挑选一头，肉起的卢正义、卢沟2三家粗细卢正义，现在请听诗。啥个声音啊？读人错，现在不看见老法语，这个是错字的声音。那还是实施了，还是来表演口技呀？实施哪有口技？这个错字当我诗里向有关系。4两错字，不过错符，错字上头张某相让公平，一口就晓得起手相。每两错字的头上两边插2米3个行王旗。每面旗上写4句：大名卢正义，进香失圣地，空错不归位，宝枪满天飞。卢正义好本事，108将马背上步功夫定身，因此个标准也就足。这个4句闲话，你口一口的听上。上头是四宝家门，大名卢正义就是我，进香失圣地。啥地方？山东太天飞庙，后头2句标了，空出不归位，讲得下来吧，宝枪满天飞。我们这条枪满天要飞，小小2三，我当里一个高登登。那么卢正义个人呢？那虽然个车子门里有一匹黄骠马，马背浪向坐好一个人，头浪向我王头子扶上巾，12颗绒球对对碎碎，每颗绒球上镶一粒珍珠，身浪向我王也是个鹅角，这浪向不地云根走水。哗
胯下王彪母，水里像风一条欧龙上天，驾驾。啥个声音啊？马脚，不到响哇，响么不响？摆四只脚个。你到了第二门的摆4个节头，我们来试试看，阿响不响？驾驾，还是4只脚。台北一点点随便3只脚，驾驾。哪几番呢？这个么是你读书的特技。如今已经进入李家头，雨水里向高山峻岭，中水里向魏公队一忙，金属江水晃荡晃荡，4匹两山在那金属钢丝的当中，如今的眼睛望着，这个就是标准。心里上想，今朝路过两山李家头，两山墙头阿哥来帮我一帮。我个条乌龙枪不是75个，我个师傅是天下名士最懂，告我一身好本事。讲到不来，是我读高云；讲到要来，枪上送死。整个的李家的要10几里路，现在进来大概从3里路之位，我吉林路进上想。太平富士，讲到阿哥来帮我，识得稀奇，记得平常，小姐来了，这迷途3包龙枪，砰，跳一个人下来，从山上跳下来的辰光，夹的我个膝里头，我山上像个泥鳅。黄土根子个扎根，2条黄颜色个线一头打下来，啪，一个人水里平地，身高巨差模样，这个皮肤黑里透紫，浓眉大目，上左手抓2边，抽一抽，当中往里打2个结。马来布困腿，身上像马来布斗塞，裤脚上像马金草，水里像毛兵扶起，叫巨怪破风刀，杀！那说这是国亲戚啊！我发黑队个，搿队也有名堂。像3个种英勇人物，里对出来个面孔，要对着英勇气概，扎。那一样一面孔对我的高举是要10米的国，老夫们，还是吉祥，顶南对是对半张面孔。那春节梨花人啊，买布这个大家看看阿呆，日子改面个左手也对跟面一半个南瑞南那个郎相，你阿位试试看，哎。哎，你大家看看，非得服务性个的。这个人怕你好了，人刚刚离婚开口，喂，要过此道，留下卖一路文钱，哈，如今的胡子一撩，喷一口。一起，啥子？那个独脚匠的、本匠的、文匠的，都来的呢。一个么不归我打的呀，我嚓一枪烧秃子，大概吃么子上刚刚床上米的没得了。来个头2百个，然后马门里4面包围，你看我那马背上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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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3对个神将马，翻。一边了，嘴里向闷出来个闲话了，我得不打8个架子。贵江头，你来做为什么？有的2个车夫一听眼特子，搿句要往东门脱了。讲到来说起枪，
不就是强调替你去活跃了海娃子，都讲出个，这个强调大了这个，此山是我开，此路是我在。如果此间路留下卖一路的天才，留了。陈老真一个脾气没胖，一摸当地拉起来一枪说他的。唉，好不过天王大名岳继林陆金义当一个讲的，说他子们哈真，恨得嘞一个讲的本为枪说他个，刚出去太太，但是我陆金义欺负人，这个好太厉，把他子拉的，将来改天你再露手，那好，报个名字不里听听。我虽是天下名士最懂开塞门，后不天王大名岳继林陆金义，但没来。我啥个身份啊？我帮当中多家讲的，我是搞把自己出来，太太挨办法怕身体这个无来，在车子门里一口，笑了。贵江东，你可审视。我是谁？不然那是，你可能真很落劲，很啥节目了。当然，反正认得字，你要不够上来当路。说问我的为民，标记上面写得清楚，你许我开上。一看，看，我，个讲到对面三个标记上口，往里口，市里口。你在口的没有新房，从黄土里洗口，现在么口是黄土里了，地只要市里乡，里口3个来位，花柳，柳花，俺不是人的。陆金义气昏，今朝碰到个坟墓，你是不是是个拿海里去口？天然地吧，安非榜二神，大名陆金义。江湖神称玉器的林啊哈，你也是玉器的林？哈子啊，什么玉器林、四器林，雄飞天的无名之辈也。那么也是的，让我名字摆上去讲的，听见，哦哟，有名气个，有本事个，我今天好夸的到。那么我有米的个，摆上去岳继林我的会搞到4麒麟来，所以派的出这个美女，气啊，气子容易昏，咁么那就叫气昏，气昏子讲出来个闲话啊，往往自个做不动知的。我爱奉命之辈，你是哪一个？你是啥人？说问安君为民，你许我周文了，麻烦安非帮臣遂破梁山，谁知宋江宋公明哈宋公明于明基个，那才是宋刚，是这样。那像宋刚八代这样一桩。再说宋刚2、3郎想通到20万军队，按说县江的发来像宋刚亲自出来的，这不加其意。其实陆金义县接那个闲话还分我了，跟人讲我有毛病，你或许铁头子来，现在派的那个边地务啊，在地处之类，宋江宋个公的命，一口塞头，我和麾下就是水油。宋刚水油，甚至是花用花对林，还有名气，甚至是花用，那个技法高超，天下扬名，不但。甚至是花用把皮肤把把县长，也可能呢，你从何人等我不想花用，县这里外分我了。花腿林，我和标下神经病，个把那个名字呢？宋刚了，花用了，改天你才改耍个名堂。
陆振宇的后，此人保我去，来一队大队长。哦哟，一个来一队的队长，我和手握下，错得个美的哟！来一队队长我刚睡下了，我的为名叫王小三啊！那用不到个王哥里个先生啊！那叫王老三嘛，唔少了不起过。贵江东，所有菜粮水府，江上令，去上来，呵，好，破，人出过来，到陆正义木门里刀击部队，杀马队龙随时一到，陆正义不慌不忙，一脚用马队旁打一大批，来。一火而上，拉拉，不好！两边高上七楼，个高上可以指那个后心。让你吃香烟没事来后啊，上去一堆水呀，比打火机还要灵。那我比打火机灵呢？哎，别叫打火机不离地面对了。我屋里想那种别叫打火机30几抓来，多他那个。吹天咕噜的，一起就来个朋友，这打火机新买辰光1个多月了，我的帽子嘛买对吧了，我说先去买对吧，打火机拿出来嘛，像出起风的，咵，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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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咵，上至半个人，比呀抽的他36级，那个朋友到手都还可以哈子，老王不要紧讲，今朝我王子学校，你准备1天的来想想，这话也难听，我们打个火机往地上。当一块里的嘣样子介绍，结果我朋友爬了地上下去互相一样个，来看看地小家飞呀，搿让红心蛮杀步个，狼一笑，此人啪往壁上一跳，鸟就的露着一匹马，哈哈啊！王小三遇到你真战哇！这接着新年新才在接地尸体出来了，请听我当精彩节目。那么现在呢，要请各位听一头动作性比较强的节目了。啥个节目讲？张振武、张凤之上当。哦，张振武同志，哎，对两边快要高足了。对，哦，搿精彩个。这个张振武当台子。圣代之后令充军到边关，当然一个将官叫侯亮。因此侯亮这个来小人为恨谁，心么今朝公报私仇。入党的辰光预备3级夺下军棍当手里。不晓得个桩事体，把那御前通知将王日初得信，因为你晓得令是个英勇，所以呢公党当侯亮。非但侬后令抢得自家衙门里向，为得你结拜弟兄，现在规则把罪接风。公公，谢我的请拿。啊！王日初晓得阿哥还本事，尤其3粒袋子当得神出鬼没。像我本大爷侬阿哥家人不，老有在金袋子里中。哎，但不是趁现在辰光，请阿哥来当两里看看。对，公公，小弟据闻兄长江后保镖，身称神代子，今日遇险，能否随兄长让小弟一报一福？学将军，女兄望你平常不堪一罢。哎，兄长可逃了！来呀！这
一岁采来阿公，一岁日比高挑。在斗当天津里向，来掌去公带。是。家将到里向斗天浪向为五家浪向供了袋子拿出来么地浪放一放。好了，女士们家将一个圈子么大家在了海口。神袋子后领到实干的地步还不能不当，因此对弟弟笑嘻嘻旁追上两步，谁起谁猛整个张包雕工人炸。好，我公报公，你个张公啊，你真是的人事不再开不报，太阳光说了能手手发光。二零周年的我张公受得考据，得个张公为台北的。当代之前的要上个根工艺。上工艺有3种上法，那样看起来，乃至要上这根工艺谁晓得那该几何功力？第一种上法是靠2只手力道，嘎，要拿个张弓围住来。那么力道台北的呢，不要紧。第2种上法，加一加枪，一头说了地上，一头拿好，嘎，噔。神就好上，那么来到在台湾的你实干也不来，那么第3种上法，再搞一只脚上也好上个，嘎嘎嘎嘎嘎嘎嘎，谁是吃香来口的？3种上法，二领好本事2只手多多零零，等一等分量，呼呼下，不要紧，这张弓比自家一张弓为轻着1斤2两。杀实干正着，用武之辈这个一双手等于一杆秤，面孔笑嘻嘻，旁人一口气，旁功力旁人到水浪这口气里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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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根意思当我来拍背肉。对水之功，米不盖是气不用出。哎呦，往日走一口眼他个贼！哎呀，可往那2只手里是上的力道的了。像我上这根工艺，还要对2个圈子匀匀功夫。你看你呀，你那脸上不动啊不动，可见功夫深远呀。何苦这个往日走如今啊？啊！上好工艺烫身体挨的，3个嘴里袋子带来去烫松一松，这条水透进去，摸出3粒袋子。袋子来怕不必放一放，2粒袋子随心离开，唯一粒2个嘴里一个，一滴女兄西吹，那样大大。家将对话，谁梦上对口一2个家将一看，这个玩意袋子一塌糊涂，当得看也看不见了，还实在幸福着了，还分晓得袋子好了偌大，因此面部表情一点点都不不晓得往日走，日子2根牙齿脑袋上的一口啊！好啊！家将一听说，哎呀，将军还好嘛，中国好，是啊，我们也看出来好啊！格来说啥，谁体怕磨皮？那么往日走哪还喊？虽然自家不会当袋子，但是为了说自己，理性个上眼睛。只要从那个部位当个骨头，就晓得这里袋子大概来了啥上过。一点忙到上头一口，嚯哟！这里袋子当得极高于实，这个名堂叫一飞冲天。老有3个袋子自家经常看的，现在一看阿哥这的袋子比牛山当的袋子要高得好几上得了。
这么一个方言，你们太可以而且呀！好啊！好生当中，生得子贺林谈，定义的得子上到公义了。将军请看那仔细谈，真知多的只是打。不但啥事体没得让你等第一哩，第一哩得子爬车到顶地，力到他的。那为我来为到100个辰光嘛，家长刚巧口气，no， 大家是以前是让指指戳戳的辰光嘛，后令写写，请看那仔细了，运作公斤，家长口气好，怕谁？啥个道理？第一类是谈上几介绍，第一类是是敲到顶地里头他的为我来为到100个辰光，就是第一类是爬车上去冒第一类是能当一顶，第一类是不第一一顶顶高机上不顺手，第一类是顶了老然后这等一会。各地家庭看得天上，各个袋子好节子，老有谁真袋子里中的袋子你还口气，当出几个袋子送俺分帮的一个，奶奶的等到帮的有3两的袋子，啪一帮的啪忙往多的帮出去，有谁当个王帮的，没有那个袋子好吧？顶了老然后越名当叫顶心袋。我是做一个啥么子阿哥啊？这里袋子你还会得当个？这个名堂我晓得的，叫雷神狗月。这里袋子我听牛三是个厉害一个，儿子离子几十年，一直离得一人分为啥内位的？哎呦，看得王日忠哎，他个这样，哈哈，妙绝了，谁了日味？第三里肯定会的哈！啊，公公，谢那的，请教兄长第3
口，这第三口我将军请看。好了，一个主声，第三的当上就为要好，好等来喊你，你到市场里来听吧，请听我道。听我来呢，马上是呀，杨振荣、杨振义、杨聪。哦哟，伊拉换好衣裳，对，来这里。几位来，被后楼的土谷屋里有神海一地，见这里批文道者，民众必应，嘿嘿。后那个百姓父老啊，谁晓得个张恶事有缺，都是够怒不够义啊！哎，你说老百姓够怒不够义啊？离开此地，把玉里广庭宇宙三角经济林凤凰岗，经济林凤凰岗上的英雄好汉啊，不但够怒够义，而且够作够为。塞切的人马，文静人规，那有这反正，你都要杀，你要跳，那这反正。非人帮了了，位置水盆帮水不对，莫得兜兜包围，连外头东西你想抢，杀了，放开。女得往东西镇，冒了手追监狱菜个名，文静出自夫妻之地，夫妻嘛，这就是个谋命啊。到车子里向外头杀进来，里向杀出去，包围出去消灭。嘿嘿，从鬼子水捆绑水，但是步兵难看得出这个焦点点，浑身生活像无辜人人家一个，随时一马一个枪。你大王，谁别能想不到？这个有话快讲啊！啊，沙弟兄，寡妇在这有言话，沙弟兄，再不说就要杀头了。快点讲，快点讲，快点讲。东山金山家乡，我们哪好看看啊？我真正是满是苏州咸肉菜的名来的，咸肉菜是苏州人，苏州人讲讲几乎怒得来。我30人呀，30人开出口来硬抢的，开口要抽帮的呀，我不能给开口的，不开口呢，哭啊！哎呀，要命啊！不让你进来，不要进来，进来怎么不讲，都是哭的少个名堂进。哎，媳妇来，你都搞起不来咋？有闲话快点讲啊！不讲后，东西要讲来不及干。那么个犯人难叫不发一言，啥地不敢讲？为啥？嘿嘿。这啥咸肉菜是假的，这个媳妇来还是假的？啥人叫金继春？原来金继春打媳妇来是结拜弟兄，义重如山。这大是老兄又把么无改救兄，给老李罗老兄调出去，我们来。不怕抽板家分哎，就说里头两高的两张面孔一时一样，一特色，像得那行人。大概一代保护错误大根，我马公到闭关去身有高尚，不晓得老兄不来啊，胡怒批文出，这怎么叫弟兄？真继承慷慨之意，待在脚上，待啥？我没杀阿哥的性命不了，将来非但身有，这被透过我们里可以死得干干净净。但是随便哪想不到53克分到现在少进来几要抽板，阿公天杀杀当面配个亲，再在面孔上一看就看出来，那口臭摆了肚皮里不想顶好，就怕当场害羞，不是我男人那么问。第二件事体抽板来，我是总管事呀，要害一头批人。现在开没不敢开，拨了关子水差人逼了狼。真继春想我爱中日家啦，真叫生不是死。
那么还有哪弄法呢？哎，丽丽，开始来双林。否亦不作声，我是不出，不是手举几为来，是不出，我内后来的经济称。我是不出，恩兄不言早有出，是不出，欧阳调为他出进门，是不出上他8日然都还不必定。我是不出指望他几万亿，手有劲，那筋疲力走东极，可谓海底人有哈出的亲。我是不出。高高一曲放消息，后来没地主批分，说不出，我甘心带债来报身看没法观看，加上我的头啪往门前一指，搿辰光个发髻来得上。我自家面孔捉么一半，啥的虚啊，上怕嫂嫂口臭。你都不必听见嫂嫂哭的哭，我不能够当然说嫂嫂你反哭。我不只是为了阿哥分析呀，将来惠州来你多好日家来了后头呀。说不出嫂嫂啊。你须被切莫伤心，狗狗谁着无门，说不出，你们夫妻斗路结无分，不须既拉永相亲。这说一肚皮闲话难说得出。你们说不出，就说立了面前的东山金小姐，还是一肚皮的说不出呀？说不出。我不是谁知。说不出，我内心东山见，说不出，我父亲能昔日为重。真人之上，杀得了公孙说不出，被出记忆还命三身。
不成，我一讲83块，早都多，吃不成，余生还得更新。吃不成，今生为知恩公即为累，吃不成，要揭发上下谁干，吃不成，满身风尘。谁散身，我难识得出。嘿，这说绑腿子噻，十分吃药，哪位的十分吃个你有道理个喽？他们皆知相逢，肚子是不吃。一个儿嫁的即回来，一个儿真的真挚纯。是知两家都不是真，所以辈子今世都是不成。神，你都不病了啦，开不出去呀！神光发病噶，搿辰光人不钟表，专门掌握时间的叫阴阳官，干部一个。变大了喂！怎么说？时光不早，50时2刻。好，还有1颗是要开刀，几位来插他一刀，头落地我200两毛地针，到谁知高枕富裕开心啊！哼！不过团长官接出老总眼睛忙带我的一口福袋，真叫高让里神山人海，搞得结着。东一路外邦人，谁上一马大嘛，嘎嘎张张，结滚滚。不然得着小事，今朝风声不大的，为得有点啥，忙到我的一口个银石上，蠢蠢欲动。不过只有一项道理，我真叫马棚欧巴公平，假使爱惜的有点啥，只要一道命令下去，我得呀冲出来弄多大为肉酱了，对啊，没有西来哩。你把马队冲出来，大为肉酱来了，专门是中东拍皮毛。要买快来买，不买要去了。啥人？金鸡牛凤凰岗小大王，手里得大包，包里像红纸头、绿纸头包个一包一包，什么东西呀？哎呦，什么东西？我呀！而且那是高腰性的，给压力降得难。哎，些的毛头冲冲个啥布，叭一挥，给人家塞开来。那么毛个不能做到，一门啊，而且当喷嚏，巴拉达3块的。要买啊，不买要走了。马上不是啊？买药啊？哎，马上个药，买个早药。哦，这真个呀，你定定欢喜哇？那真是个定欢喜啊！这个呀，还是跟老周来了。喝酒啊？不是啊，我说那个割枣啊，我们北方叫割枣，你们南方叫挑色。哦，挑色，地区头们挑色说的错卡，你要肯定样啊，你要注意要挑。是呀，这种是害人的么子。可以的，我那个药灵得不得了。啊，灵的，割枣药就是专属挑色。这是什么灵啊？不大理解。怎么不灵呢？啊，不买不知道，一买就知道，知道不知道，只有天知道。那三姑娘送工的，为什么？大语气，啥大的也不干嘛？价钱不贵，三个老钱买一包。那就不能给。你买的少啊，不便宜，买的多就便宜嘛。2包6块钱。
啊，3包9块钱，4包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中中来是几剩就3个东西100，我买100试试看了。啊，你试试看哈。那别，哎，没，还有房贷，什么叫房贷？说明是是难用的。怎么用？哎，房贷是没有。哎我来唱给你听。这说给你听吧。我们北方人没有这唱的，我们都要唱的。干嘛也懂的啦？不要你钱。哦，丰盛的丰对盛的，来唱来唱来唱，听哈。哎，你买了我那个药拿到家里去。对的，没好听了。为咋个的嘞？啊，马子那个家罗大屋里，哪里都说他吧？啊，中国罗大屋里发觉到龙浪都不能给我。你买了我那个药拿到家里去，拿一个大花碗，靠一碗营养水。哪叫营养师？喝水是羊水，进水是阴水。哦，我是大正事。你把我那个药放在碗里头，把路里，把那个营养水那么搅和了。哎呦喂，咚的。哎，跳舞子呢？跳舞子呢？你到了晚上不要睡觉。我为只要困觉了，忙那个摇摇。这哪里都就非要困觉呢？你一天不睡觉啊？你把那个调色弄还了，你10天8天1生1世不睡觉不行，你可以吗？这就没得要发生。哎，别，就过来拿。你到了晚上，再买一根大蜡烛。哎呀，这活到小时看不出，总要3斤重一根大蜡烛。我3吃都晚餐，3个东西100要，一根蜡烛要3斤的了。啊，小看不出啊，你把它点起来，比起来。到了晚上，3不10问，3缸把针子吊起来，把皮头削开来，你眼睁大了，你看得清楚，那个调色，啪跳出来，你不要慌，不要忙，2个指头把它抓住了，在蜡烛火旁边那么一照，把它那个嘴扒开来，把我那个药灌下去，一吃就死了。那么说得出要死个嘞？哪说的？我做老子电视不为他杀你呀？不卫生，哎呀，不为，只把他那个穿南骨发着呢。你吃了3包不老掉，你来好了，对不起啊，我不你讲球讲到个大了，让杀伤的人袋里，啪，一个人跳出来，一样没有会东西，咚当，烧，那么的好，听听我打。